老挝国家主席赴俄罗斯联邦进行国事访问，应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先生的邀请，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先生率老挝代表团于2024年5月7号抵达俄罗斯联邦进行国事访问，该访问将于2024年5月11号结束。此次访问是为了巩固深化与加强两党、两国和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与友好合作关系，尤其是为了庆祝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此外，将于2024年5月9号作为嘉宾参加卫国战争胜利79周年庆祝活动。此访问期间，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先生将会见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先生、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韦，并借此机会访问圣彼得堡市俄罗斯国立赫尔岑师范大学。老挝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于1960年10月7号建立外交关系。从两国建交64年与签署友好条约30年以来，老挝与俄罗斯两国关系在众多领域不断的深化与拓展。它不仅体现在两国之间高级领导的持续互访，并且还体现在两国之间国防、安全、经济与投资、教育、公共卫生、人权等领域上的友好合作。